大愛無疆，大波歐贏馬有爭議，潘明輝回歸初心，爆開有條路。毛顯東展示容錯，直路殺晒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。先講大愛無疆，計埋今日廖康銘已經連贏12個賽日。今日呢隻大愛無疆贏馬嘅姿態就更加誇張。其實臨場啲飛數都好誇張噶啦，幕後都非常有信心，一嘢就打到落大熱。咁14檔出閘嘅佢呢，就應聲彈出，好快就已經上咗去放頭個位置。但係轉彎搞笑個位就嚟啦，可能隻馬太自戀啦，唔識轉彎，大外閃就順便推埋潘頓隻左字傳奇出去。可以見到隻馬入直路呢，其實都已經片嚟片去，走規係好唔規矩嘅。但係最後都可以憑質素贏晒同場嘅對手，而俾佢推到出去更加出邊嘅左字傳奇，竟然都可以追到第2返嚟。講真，兩隻都係大超班。對於其他馬，只可以講句唔係佢勁，係你哋廢。咁當然翻到嚟都要言順下嘅。不過老實講，就算你係馬會契仔都好難做俾你嘅。一嚟冇接觸，二嚟輸嘅距離都有啲遠。你話一個馬位內都可以睇下 VAR 畫下線，睇下有冇越位。你差1又3/4個馬位都好難做俾你嘅喎。另外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就係，其實呢啲新馬條件限制賽呢，有冇必要跑呢個轉彎路程？點解唔可以全部跑直路？特別呢啲新馬仲咁自戀，有時出腳轉彎都未必識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好容易發生意外。好彩今次奧爾文可以捉得住隻馬。你話如果有啲騎師好難捉到隻馬嘅，咁邊個我就唔開名啦。其實真係分分鐘又跌幾件落嚟。講開墮馬，今日都有2單墮馬嘅意外，分別係第4場嘅活力精神，同埋第9場艾少禮隻超寫意，同樣都係出閘起擒。不過好彩就係人都冇事。再講潘明輝，繼上個星期爆冷開齋隻進翼快車之後，今日再爆隻長風小子，上次28倍。今次就仲誇張，68倍，回歸翻呢個爆冷角色嘅初心。唔知觀眾有冇跟開潘明輝買馬嘅朋友，你哋就賺到笑啦。重點其實我反而覺得係賀賢賽後嘅訪問，佢話隻馬就比較遲熟，今次增程先啱路程喎。咁即係點？隻馬上個星期跑1400姍姍來遲，跑過第8，一個星期之後隻馬就即刻熟晒，即係飲你演繹都得。夜馬你講咩都係啱嘅。既然潘明輝回歸初心，我哋就即管睇下佢今季內可唔可以破到自己呢個68倍 win 嘅紀錄，下次贏啲再冷嘅馬。今日係一日展示容錯嘅一日，除咗廖康銘隻大愛無疆之外，毛顯東都同你展示一下容錯。佢今日騎隻私家馬天象龍駒，喺各種不利嘅情況下都可以贏馬，又可以搬翻嗰句唔係佢勁，係你哋廢。咁我哋睇下到底佢有幾不利。咁11檔起步嘅天象龍駒咧，一開始就縮到最尾嘅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越跑就越脫節，脫節到一個位咧，係連鏡頭都影唔到啊！我哋首先暫停一下。如果呢個時候你仲可以揀一隻馬去投注，我諗你點都唔會揀包尾嘅呢隻天象龍駒。跟住佢直路仲要飛到出去10幾碟出邊衝。大隻馬就越衝就越有，隻馬成隻大震撼咁，最後一次我冚晒，做個時間都好誇張，1分59秒77，破埋班制紀錄時間。不過今日場個時間都係做得好快，好有心得都差啲可以做到家燕高升咁嘅時間，證明今日個場地時間參考價值不大。不過 anyway， 可以喺各樣不利嘅條件下咁樣贏馬，證明天象龍駒呢隻馬個分都仲有上升嘅空間。即管睇下呢隻馬今季喺毛顯東手仲可以有幾多 win。始終下季要續牌都係要靠呢一隻馬。你哋又點睇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今集嘅賽後情書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